大家好，我們來討論拖延症的急救方法。拖延症可能會嚴重影響我們的生活，尤其是在工作或學業上。第一步驟，分解任務。當你感到困擾時，試着把大任務分解成小的，可完成的任務，這樣你就能一步步地完成。第二步驟，設立時間限制，給自己定時限，讓你能夠完成任務的目標，這樣你就能集中力量。第三步驟，盡快行動，不要等到天黑，盡快開始行動。每天做一點，也算是進步。記住，你的拖延症不是你的錯。每天練習這三步驟，就好像運動，你會越做越好。謝謝收看。如果你喜歡我的內容，記得追蹤我。